个这个永远有利息在那边呢，你内心的都会的，你奉献出去，你的利息的福报，本来是利息啊，抢银行、抢金融银行，这些利息，抢这个银行，买这些利息，一群公交官，公家有得就有得，一门技术，我们技术。700万，这700万saya结婚，那个公交要是不结婚，第一个我要分门店，第二个我要分高店，第三个分高店，这住谁啦？住谁啦？700万，要分门店。那被下光，这不能吗？这是重要。首先要大家分，这分哪丢就被下我搞，这分高的就被下我搞，大家别来吵。那可能有两，这大家回家怎么样？回家怎么样啊？这700万，别再来哦，别分什么别聊，你看情况来，他现在怎么在说话？怎么说没会？不开啊，不在这被下光。他今天打电话我，他今天能交不高，没过去了。这时候呢，3年在底下听他，听到你就对了，工作费啊，我参加工作的他的工作费啊。哎，我能讲大家这些喏，我3年在这讲国家，这些这些条件挺过来。哦，这个那那种地位。到不美国，我到哪里？到不美国，我理解一下，我同意的。我理解你，这个过程老对我讲了白了，理解教你到你们了。加来听一下，对，加听10倍嘛哈。10倍的你哪来能听呀？哦。高价，你哪能听呀？高价，你哪能听呀？那就10倍。这个假如看到有我公嘛，然后你才看出来，他有呀，一块哦，我这好你讲我这底下要你的这些工人谁？我底下你工作这些都好了，因为公告这个公告来，到条的公告条的公价，你都不用实际讲嘛，按这个公司我看到的，他得你会得，这些得，那他都是有的。第一条是这个帮忙，你说你基本上这个回报，这个这样，我也这么讲不高的，我得开点我们大家这个就话，我觉得重要的是我们还是会影响，但是这个所以天空要我是不理的，本来这个男的就开始天空要我是讲的，走廊就廊一下，你能哪能天线？不否则就廊你看那人个，不否则大风走了别人哪来的？那何必不会改？如果在这会，那你现在会，那会好过几个。多少有真心在。以前我们不是在理理个主干，理个主干，理个干他大给我们后面讲的。这就开始后说这些咯，那才能有将来的后大的。那情况蛮注意，在这安平方开，而且呢，人不是钱多啊。好，这个关关我这个开了，这个关系比较好。我们这我们这违建的动的地方，单单只是这个动的地方，这个老我的这个老动的地方，对呀。咱这比如10万年，看到万年，这个比例呢，跟这个应该作为以前往前人家都比较多的，你咱哪里比方说也给他谈不好了。我讲而家2就咱这个或者有人会什么？有人甚至你就是教练员，这个你就万年的，这做教的，咱的经验中大家形象是这样。各位，这样的动作介绍武汉，现在他说假这个求得人不求得之的，尤其自己假不行。已经找到了第二个怎么样？这个做起来怎么样？这做起来怎么样？应该第一等于不对。我们这边是人管理他的准备到，
一加一，上个礼拜，这点在第九，用计算，儿子比较儿子安年，生日儿子安年饿了，那这种发展的话，我们早上没掉的钱，我记得是8月份开到这拜，那个老乡现在我他们结婚这拜，老辈的过去我早上对。2加2多少对？4加2等于那个数理。3加4嘞？我对。OK。7怎么样？3加4公7加我对。那光有3加4减0哦。3加4等于35。好的代志。2加2这个数学，老师把这个数学变成公式。3加4等于7，叫做7比怎么样？意思说。这项材料物件甲材料咧，伊物件顶个切人是切过程，经过提高了时间，会当互伊叫做创造迄个经济利益。其他哪怕物件、产品物件，直接加起来了，同时卖物件都是安尼样。咱来这么卖，老产品加去加产品加去，咱咪剩下啥物样？有物件这后、挂杯后、挂刀后、内盘后，什么样？这哪这样？我们这最高咱来这个物件，我们这人家做些多哪个怎样？这个是经济学，经济学也教育产业相关。我看了这不能这，多人啊，分得啦。你看，为了我总结这人这主要是，他也是不让现在这样。哪个讲的怎样？准备过靠谁？他也是不让中国建立啊。找不了啊，路平当就有了。啊，不然你我这老王，我这爱你啊。他不是一直对那个主要的我来看，他后面他放在哪里就放哪里啊，那他带进去在看哪就在搞啊，我毛病我很少，我一家多少钱？一家能当几个？他3到几？哦，现在可以了，你3到几？这个到几？我一人用这个，我为什么这样？别人不3到几？这个到几？啊，你一看你我就会搞啊，这个他知道给你。第二个企业被给他知道给你的，这不看过上的，我给他大学生，不敢嘛，这个就是不敢嘛。为什么呢？伊家己新完全导入伊的这个来的，用的工艺甲规范，的3倍的、4倍的给他，唔是3到2是3倍给他。啊，咱人这是后边，天天摸来比如用，经生命的操作，这好穷啊！这我看一下啊。众所皆知，一种叫滚度固体产出生，天生火柴必有用，生命草所妙为种，创造价值必相同啊。金属实际产出生，